前方左手边各个角度，麻烦韦伯视线照顾一下，还有很多后排还有 cable 也来照顾一下下。8月多真的是望穿秋水哦，大家这边要动起来了啦。好，12张专辑 Mr. R&B， 马上就要来正式诞生，请潘玮柏。 掰不开啦！哦，好，各位年度也加倍哈。叫做是 To be loved， 因为是下个礼拜才要首播，本来按照道理是不能曝光啦。但今天因为把大家都骗来了吧，把大家都请来了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先抢听30秒。哦，好，不啰嗦，来 play。来了。哦，这样你也可以跳哦。哎，这首歌就赋予它节奏，最专项性最专心。 跳一下，应观众要求。哦，导师你好会哦。你是博浪鼓是不是？做完之后，我本来想就急着发片。对。然后我看一看镜子，发现还不太适合发片。对，因为大家其实大哥们最近都见很多这几个月，因为我们有在做女团的节目，对，是。然后我最近在看播出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把电视砸了。真的吗？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子？我的脸真的是四方形的，不像话。真的是四方形的，所以当时。你能搭配节目吗？当时确实不适合发。开心的。所以现在身材自己还满意吗？目前不是我最满意的时候，我当然还有更满意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在，因为你要想想看，当时我是破90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怎么讲出来了？这现在是。剪掉。所以回去应该80几哦。不是，我刚刚不是讲。 当时我有一天胖3公斤，所以那时候破90，所以对大家在自己，大家算数都不好嘛哈。真的是被体重耽误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类型音乐啊，就是如果我出来，然后在那边比如说 rap 或是唱歌对嘴这样子，然后如果很胖，就很像胖子在生气，你知道，就是不酷啊，你知道，所以一定要瘦下来一点才能做一些动作的。那最瘦的时候到最瘦在。 出道到最瘦是67，那你想要回到多少？我不想回到67，那张专辑卖最烂。因为穿短裤有阴影，是之前有被网友攻击。我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是，因为那时候在拍《麻辣鲜师》的时候跟安以轩合作嘛，安以轩就说，其实我跟你老实讲哦，你刚出道的时候当 DJ， 我觉得就是你还蛮帅的，结果看完你一集穿短裤之后，我就觉得你完全不帅了，对，所以就我一直很记得这件事情，然后到现在，所以我短裤都不太